當貨幣嘅信用備受質疑，資金就會放棄貨幣轉投黃金。今日等我同大家講解。早晨，我係 AI Mark， 今日係2025年10月20日，歡迎收睇財經早餐。自1971年美元同黃金脫鈎以嚟，當前嘅主要貨幣都屬於信用貨幣，即係貨幣本身唔再同黃金或者白銀掛鈎，而係依賴發行該貨幣嘅國家政府嘅信用支持。睇翻現今 G7 國家嘅債務已經相當嚴峻，美國債務同 GDP 嘅佔比約高達120%，同2009年希臘爆發歐債危機時嘅127%相距唔遠。儘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並未見有減發債意向。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喺大而美法案通過後，喺7月29日仲宣布要喺第三季內發行1萬億美元新債嚟填補政府現金流嘅需要。反觀歐洲，法國作為歐元區內第二大經濟體，佢嘅債務同 GDP 比例唔單止高達113%，政府更係更迭頻繁，但仍未有一個政府能有效落實削減財赤方案，情況令人憂慮。日本債務同 GDP 比例更係高達260%，而後任首相大熱高市早苗仲揚言要推行寬鬆嘅財政政策。最後睇英國，佢哋嘅債務同 GDP 比例亦高達100%，導致到英國30年期國債孳息率喺今年9月3日一度飆升去到5.752厘，創下自1998年以嚟嘅最高水平。當主要工業國嘅債務都咁高昂，佢哋貨幣嘅信用自然亦備受質疑。由於貨幣係相對，而美匯指數中嘅核心貨幣又係歐元、日本同英鎊，就解釋咗儘管美元信用下降，但仍未見大跌原因。不過，當主要貨幣嘅國家都債台高築，當大家對持有貨幣信心動搖，就解釋咗黃金被追捧嘅原因。睇翻今個星期市場焦點，中共20屆四中全會將喺今日20號召開，重點將審議中國第15個5年規劃。至於最終草案，將會喺2026年3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批。今次規劃藍圖嘅提出，預料將影響市場嘅資金流向，值得關注。而今個星期二21號，日本國會將會選出下一任首相。據了解，上星期自民黨黨魁高市早苗一直同日本維新會進行談判，討論組成聯合執政嘅事宜。至於雙方嘅談判係咪成功，等到星期二就自有分曉。如果高市早苗當選，我哋將重點觀察佢係咪會推行寬鬆嘅貨幣同財政政策，以刺激日本經濟。最後，今個星期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將好大機會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喺馬來西亞會面，屆時相信雙方將就中美經貿問題進行磋商，以嘗試化解雙方嘅分歧。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聽日再見。